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今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韩国，昨一天确诊的病例就超过有229例。总理丁世金表示，即摆疫情是拖了真厉害，呼吁全国的民众较莫参加室内活动。另外，伫咧日本的船只公主号邮轮，伫咧 UK 落船回国了后，也是一直传出有确诊的病例。日本官方昨是回信咧，坦白讲，其实当时有23个人无经过采检，就互因落船啊。伫镜头转到南韩，第二敢若一天就增加229例，全国确诊人数上升到433人。利比指出，是这个源头的大区新天地教会9000个教徒被要求全部爱自我隔离，其中有1361人出现疑似的症状，即阵正伫进行检疫的工作。 대구가 서울에 보다 확진자가 더 많이 나와가지고 제2의 우한이 될까봐 걱정이 많이 됩니다. 即阵南韩全国17个行政区拢有疫情病例，而疫情有境的战级，即阵维持在甘色这顶级。若是讲全国出现社区传播，才调到相关级的红色。南韩总理丁世均讲，即阵的疫情真严重，伊呼吁全国民众爱配合防疫。 특별히 당부드립니다. 종교 행사 등 좁은 실내 공간에 모이는 자리나 야외라 하더라도 많은 사람이 밀집하는 행사는 당분간 자제하거나 온라인 등 다른 방법을 강구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WHO 世界卫生组织在2日记者会指出，南韩即阵是中国以外上最确诊病例国家。WHO 正伫甲韩国政府紧密合作来了解这波新增加的传染方式。秘书长谭德赛指出，甲爆发地中国无明显关联的新冠病毒病例正伫增加，因患了组织病毒的机会可能会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 但即阵日本、韩国的疫情继续伫咧升温，咱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就宣布，会提升日本、韩国的旅游警示到第2级。个人的健保卡就需要注明相关的旅游史，互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会使提悬警戒，也无排除会进行边境的管制。 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拓开，瓦近的日本、韩国近来发生几件社区甲病院团体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2月初日起，将日本、韩国甲新加坡同款提升旅游疫情建议到第2级警示，而且根据疫情的进展，不外都做一寡边境管制。这2个地方疫情的发展，在这2天都有一个比较快速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也非常的担心，旅游疫情的建议提升到第2级。 指挥中心表示，民众健保卡注记旅游史提示名单，也将会原本的中港澳、新加坡、泰国，搁纳入日本甲韩国，并且回溯到1月初8。也毋过，指挥中心也带来好消息，国内第24个确诊个案，也都是860外岁无出国旅游史的女性，伊发病达到29天才确诊，而且发病时无带入负压隔离病房，原本烦恼造成院内感染，好加在关键的134位接触者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排除院内感染。 在医院，所有相关的接触者，包括周边的相关的人员，总共采检了134位，那也全部都是阴性。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找出第24案的感染源并不简单，而且时间已经过潜伏期14天。为了保险，有愿将接触者扩大到465人，希望外界予1点办案的时间。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维持伫26例，其中1人死亡，其他个案病况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但即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甲日本、韩国旅游警示升悬到第2级，旅行业的品质保障协会就估计，这段时间受到疫情的影响，去日本也有韩国看社区内旅行团取消的就有要我8成。但这的旅客虽然讲会使退钱，不过也是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 每年3、4月日本、韩国赏樱花季节时阵，机票、饭店拢是真热门。不过，对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到1级警示时，各间旅行社就陆续接到民众取消订单的电话。即阵指挥中心又宣布，甲日本、韩国旅游警示提悬为2级。旅行业品保协会讲，拜一上班的时阵，问退团的电话恐惊变真多。第1名出国的是日本，大概有480几万。
第2名中国大陆，第3名就韩国，等于说2/3的市场，当然影响到全台湾3000家旅行社的生意。根据旅行业品牌协会估计，疫情爆出来这段期间，日本、韩国赏樱团取消将近8成。不过需要提醒消费者的是，若是参团旅客依照疫情第2级内解约退费，旅行社扣除已经代办的必要费用甲行程规划了后，相关也再再扣团费的5%做补偿，顺利才行予旅客。帮他办护照，必须去订旅馆啊，订游览车啊，扣除以后，再扣除团费5%以后，就其他的要全部旅款要退还给旅客。除了民众出国旅游受到影响，根据各旅协会估计，国内旅游业绩也因为疫情影响减少5成，有估损失32亿，严重程度甲 SARS 时期是差不多。所以，一中业者发起自救活动，头一波先推出台北、台中半工旅游活动，200块会使旅游台湾订花，希望鼓励民众会用出来佚佗。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走一个低价的一个方案，而是呢，进阶到让各位呢有不一样的体验，给我们一块空地、一片草地，我们可以创造成景点。各旅协会也建议政府发放专属参团国内旅游的进行权，也是甲进行权提悬价值，吸引民众参加国内旅游消费，协助业者渡过寒冬。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看选择公主号19位台湾的乘客，昨暗时已经包机回来因也去病院隔开检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这19位台湾人头一届检验拢是阴性，那第2届采验的结果，伫咧今仔日下晡会出来。终于落地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从来没有一次降落回到台湾这么开心过。穿着隔离衫，包括魔术师、陈义生在内，拢总19位选择公主号邮轮乘客，坐环号包机第2暗9点外回来台湾，经过初步检验，确认无身体无损快镜头，随着由在1台救护车分送3间后3病隔离，进行武汉肺炎病毒采检。回来要来先到医院的隔离病房要采检2次，那也是要做我们强制的安置到检疫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19名乘客拢已经带入负压隔离病房，到22早起为止，无人发烧。我们也准备了相关的这个衣物、盥洗用品、点心给他们。那么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烧，也没有特殊的状况。到伫所有乘客机组完落去后，发航回轮机处理机坪，进行机身加机舱内全面消毒。国军拢总派出32位化学兵协助防疫工作，包括乘客行李也拢喷油消毒，并且统一管理14天后才会当领回。他既然从船上下来，他所可能凝聚的一些病毒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们就让他暂置14天。我想14天以后，里面即使有病毒，也都是死亡了。指挥中心强调，等来台湾前，日本已经针对乘客行李进行消毒，并且封包膜加上回轮机。等来台湾了后，咱国进行第2摆消毒，以确保无病毒藏伫其中。若讲行李内有乘客所需要物品，防疫中心将会加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写啥物？咱先带大家做回来看报纸，先来看《苹果日报》。武汉肺炎疫情升温，国防部针对29个疫情高风险的国家，下令部队各级的主管要主动向官兵宣导，叫大家较莫去旅游。当平湖的县府，当平湖县长罗丰伟昨夜宣布，即阵当是防疫的关键期，禁止平湖县府的员工请假出国。来看《联合报》。为着控制疫情，中国武汉地区到今已经封城满1个月。武汉官方昨是下令，得到武汉肺炎恢复的人出院了后，也是要隔离观察14天。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网球女将贾淑薇，也搁有捷克的网球选手史翠可娃，伫咧杜拜女子的网球比赛进入决赛，伫咧拼冠军的这一战，对着郑赛赛甲雷茨科娃，2个人是一直拼到第10局，最后贾淑薇得到胜利，完成2连霸。所以来，咱来看伫咧台湾这个法国的新妇刘一芳。伊长期以来拢伫咧华联关怀弱势的民众，也搁有基友。22透早，伊所经营的资源回收厂无张无甜，怎发生火警？加载无任何伤亡。厝顶烧一空真大空，涂骹的册也拢烧着。也有遮回收的衫虽然无烧着，不过需要用真侪时间来整理。
发生火烧厝的仓库就是3年前摕到台湾国籍的法国神父刘一峰，伫花莲局地用来照顾伫归路上流浪的人的资源回收厂。我们车主到达现场后，在工厂的后方有发现火舌窜出，那随即从后方进行破门入室抢救及做搜索的动作。那经过彻底的抢救及搜索后，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啊。那现场初估燃烧面积约300平方公尺，财损约10万。发生火烧厝的这个回收站，其实才拄整理又擦好。刘一峰神父虽然真艰苦，不过讲会勇敢面对。我们之间全部都是要油漆干净，里面外面呢是那可惜。对啊，不是才刚整理完。对，所以也是一个大的考验，可是我们要面对了，呀，不能哭了。79岁刘一峰神父伫花莲经营安德启智中心，多年来带着启智中心的学员做资源回收。回收厂在去年4月也捌发生过火烧厝。日透早，这个火烧厝加在无人员伤亡，不过真侪旧衫旧册拢烧了，连监视器也烧歹去。这种现场已经封起来，导火原因也等待警方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继续关心武汉肺炎的消息。伫咧中部第19例确诊的白牌车司机所引起的家庭群聚感染事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宣布，即阵已经完成256个接触者的采检工作。除了白牌车司机，也佫有含伊共道做伙食饭的4个亲人确诊，剩的人拢无验出病毒，宣布即件代志结案。工作人员伫工厂边仔大消毒，另外一间冷冻工厂也传出停工。2间工厂分别是中部白牌车司机，也就是确诊第19例出来的人，第22例甲23例确诊的工作场所。受到疫情影响，2间工厂已经停工，员工甲接触者也拢完成采检，结果全部是阴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日宣布，这个互相收的案件算讲是结案了。第19案到第23案。经过这个礼拜，我们大家的一个努力，那应该是可以告一段落，整体该检验的、该采检的，都已经是阴性，那当然有一些需要隔离的，有一些需要自主管理的，也请大家一定要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中部7层家庭互相烧话，总共采检接触者256人，其中共度食饭的4个出来的人确诊，正做第29、23例，而包括接触工厂员工甲接触者252人呈现阴性。而这个家庭内底互相烧话事件并无扩散，引结案。另外，第22例是白牌车司机的卫生检测，23例是的小妹。工作2间工厂，厂方要求员工爱自主隔离，也不过期间薪水变怎算？劳工局讲，这方面爱来经过协商。会在14天过后，那会主动的到事业单位去做查，那查在这一段期间的话，那雇主有没有依法的给假，或者有非法扣薪的情形？辖区的劳工局讲，这段时间的薪水给付爱经过劳资协商，劳工若是无去为着留隔离需要，应请病假、事假也是特休假。头家无强制放无薪假，其控制也是靠全群，若无上悬应罚100万。劳工局也在复工了后介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关系疫情的假消息是伫咧网络顶头夜飞，有人是谣言讲白牌车的司机捌去过彰化市的诊所看病，彰化市就爱封锁。但彰化市长林世贤是亲身去公园和市仔消毒，要互民众安心。挂水网喷消毒水，带头的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利用暗时市场休困，将彰化市的3大传统市场消毒。因为网传这段录音，互彰化市区人心惊吓。规彰化市爱封锁啊！我甲你讲啊。网络传的这段录音档指出，头一个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白牌车司机，到过彰化市诊所看病，随地整个彰化市被封锁啊，引起民众惊吓。检调隔离追查也伫2日，将散布的认为民众约谈到案。彰化市长出面化会，爱民众恢复正常生活。你茫看到这个咧消毒，就讲有疫情啊，无啦，这是例行性。我们全市场都很恐慌，什么害我而已，害得大家都很恐慌。
虽然呼吁民众唔通听信，不过消息已经传开，团商讲生理大受影响。检警再度呼吁，转传假消息将会触犯团领被防治法第63条，相当会当罚300万。伫南投也有一名查甫人，应该是居家检疫，未当出门，却2摆拍拍照。他既然是身为隔离者，他应该要有义务做好自己的管理。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四处的趴趴走。那昨天他又离开了他的居家检疫的处所，经里长、里干事、还有卫生局、还有警方共同协寻，终于在昨天晚上寻获到他本人。南投县卫生局指出，这名住伫埔里的查甫人，因为自上海旅游回来，居家检疫期间应该是自2月7到22，不过伊分别伫12到21，走去宜兰甲中兴地区以及南部旅行拍拍照，也搁是大众运输工区。卫生局认为情形严重，开罚上悬15万。若讲无听，将连续罚。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送头，因应疫情，高雄市政府公告，公部门若是有伫咧市内举办人数超过500人以上的活动，即阵就拢爱全部停办。若100人以上的活动，嘛有设一寡限制，准讲无符合规定，嘛是爱停办。是好朋友小酒到 VR 体感剧院，进一室内第一件代志就是先量体温，搁较规定爱挂嘴温。属于高雄市电影馆的体感剧院，因为是密闭空间，防疫袂当放松。高雄市政府搁较明确公告，公部门主办室内活动500人以上一律停办。目前也节节高升的社区感染的一些风险，那当然这个风险呢，目前还没有出现在高雄市，但是呢，由于接下来是开学的时间，那很多的一些学校办理的一些活动，那我们也要因这样的一个情形预做准备。政府规定，100人以上只要是密闭空间，使用中央空调，空气无流通、无对话筒，以及人甲人的距离是少过1公尺，符合其中的一项条件，就需要停办。500人以上的密闭室内活动是一律停办。另外，若讲符合会当办理条件，需要伫现场设观察员，以利后续的追踪。目前文化局管辖的场馆举办的公部门活动，大多数已经延期还是取消。主要是要求市府自办的活动呢是强制要配合。那对于民间的租借或民间办理的活动，就都是用建议的方式，所以我们都会先宣导，希望他们也能够配合。另外，公馆会伫高雄市属于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维武乡艺文中心，新的室内剧院会当容纳400多人到1000多人不等。官方表示，伫中央防疫指挥体系宣布无适合室内演出规定进行，节目监视照常，尊重主办单位的考量。地方政府若使用着场馆要办理停演还是延期，拢尊重甲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要开学啊！教育部公告武汉肺炎停课的标准，高中以下一个班若是有一个人染病，规班就要停课14天。若一间学校出现2个确诊的病例，全校就要停课2礼拜。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表示，只要学校有人确诊，大家是拢心惊胆寒，所以台南市停课的标准，希望会使搁再讨论，爱定较严格的。为了225开学日，全国的学校一直演练，准备搁准备，无想要有漏交。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0也定出各级学校停课标准，保证各县市、各大学依次遵循。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早起接受访问表示，将严格制定台南市中小学的停课标准。因为即使我们不严格，我们完全都跟中央一样，但是学生的家长一旦听闻到有个案发生，他们也不愿意把他们子弟送到学校来。心理因素有时阵比实际专业防疫影响更加大，定个标准有时阵也袂当按原先设想操作。今次要甲中央相关的停课标准，黄伟哲讲，也爱甲家长学校沟通。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表示，教育部无考虑到教学现场的问题，会当接受黄伟哲的诉求。学生即使他是单一个班级，他下课会不会跟其他的班级的学生去共同活动？在学校里面，特别是科任老师或者是志愿班老师，他是会跑动的。对高中以下学校，一班1名师生是确定病例，这个班就停课14天；一校2名确定病例，全校停课14天的标准。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认为，按校园的现况，只要一校有1名师生是确定病例，都应该全校停课。这一例发生了，然后他所接触的学生有超过
几百人，或老师也牵涉非常多人，那这几百人跟老师也都要居家隔离，其他班级会受到影响啊。校长协会表示，家长烦恼甲学校的规模无关系，将建请教育部研究可行性。另外，地方政府按权责，会当决定敢是用更加严格的停课标准，只是刷落来囡仔安置，家长就更加费心力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拜二特别开学，真侪爸爸妈妈是紧替囡仔传喙罨啊，因为即马有一寡小学6年的学生已经满12岁，无法度搁再买囡仔的喙罨。不过卫福部是宣布讲，针对这部分会互标准放较严厉，13岁囡仔也是会使买囡仔的喙罨。谢谢。儿童这个是儿童12岁会当领囡仔的口罩吧？是。早着后生甲孙的健保卡，王女士头一摆去药局买喙罨，开一寡时间用清楚规定，顺利买到2片大人喙罨甲4片囡仔喙罨。我们事先也没买到啊，量不够啊，所以现在家里是都没有儿童口罩。哎，对。国小6年的孙满12岁，原本规定爱买大人的喙罨，好加在22开始，囡仔喙罨为12岁有关到13岁，暂时免烦恼。囡仔喙罨为2片变4片，国小囡仔喙罨放宽到13岁，家长真肯定。但每一间药局分配量为250片增加到600片，指挥中心决定补贴得药的药局，每工800块，去请人来帮忙分装。补助那个钱可能完全不够弥补药局的支出啦，所以这个不是会去计较这个部分。药师工会专联会指出，后礼拜2开始会请村里长安排志工帮忙去药局发号码甲喙罨。即马敢若希望疫情赶紧降落来，才有可能转去正常的工作量。记者像新志明台北报道。过来，咱家镜头转去桃园，伫咧中立有一个5号铁道的仓库，讲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啊。即阵有一个少年的艺术家，伊叫桂金豪，伊透过艺术重新展现这充满历史的建筑，咱做伙来欣赏。轻轻甲条仔顶面的鹰野扫起来，少年艺术家魏金豪透过行为艺术探讨文化保存的议题。伊化身为日本地理时代的专业采电员，加设中立5号铁道仓库铁道进程，希望利用采集的技术来复制这个旧的建筑。文化保存工作其实往往也是这样子，就是它可能并不会像盖一个新大楼啊这样子的明显，它的成效是其实有时候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就像灰尘一样。5号铁道仓库是日本时代的茶座建筑，有80多年的历史。迄当时是放米粮甲饲料的仓库。青竹鹰野的计划展述，以青竹人员引领观众进入艺术，用青竹鹰野来比喻真侪人努力推动文化保存工作，也阁亲像鹰野同款，无啥会用看到。也希望传达出这一桩一下，甚至一点啊，鹰野拢可能蕴藏着仓库的历史记忆。我们会非常担心，说文化资产它到这种都市开发或是都市新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被拆除掉？可以让大家重新反思文化资产保存要怎么样继续在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记得。桃园艺文电线表示，近年来中立区在都市更新规划下，未少的公司有旧建筑陆续被铁道改建，铁路旧仓库也随着火车站的更新计划，也可能面临拆迁的问题。希望唤起大家关注5号仓库，然后慢慢了解在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关心明仔的天气。北部17度到25度。中部16度到28度，南部17度到26度，东部17度到25度。金马平湖13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